期一你没有来上课，为什么？对不起，老师，因为我星期一参加线上会议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有很多工作。是的，老师。现在晚上下雨了，你喜欢下雨吗？我不喜欢下雨，你呢？哦，我非常喜欢下雨，因为我喜欢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对不起，老师，上周我没有来上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会议。哦，你的飞行怎么样？我的飞行很累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星期五回来的。